也即陣啊，小說有幾個非洲國家對台灣無友善，兩個台灣人去烏干達說封口號召拒絕入境，原期遣返。咱外交部指出講啊，這可能甲台灣因為伊波拉疫情限制烏干達因的人來咱遮有關係。不過嘛無排除烏干達是因為一種原則來拒絕台灣人去到因遐。以隆重的軍禮迎接，總統賴清德歡迎加勒比海友邦聖文森總理富萊德率團訪問台灣進行國事訪問。這是富萊德去年11月政黨輪替就任總理了後頭一個來訪。我國海軍東木遠航訓練支隊也造訪聖文森國，彰顯彼此有決心，共同維護印太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和平穩定。45 years ago,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made the decision to begin this journey together.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ership, to honor what we inherit, but never to be satisfied with simply preserving it. We must leave it stronger, more meaningful, and more useful to those who come after. 拄到台船建交45週年，富萊德講是重要的里程，展示兩國友誼。不過得到友邦消停的同時，這陣啊連續有幾多個非洲國家對咱國採取無友善的政策，包括兩個台灣民眾去烏干達，說叫人扣留護照加拒絕入境。目前有一位國人已經離境了，那還有另外一位國人，我們還在持續的協助中。相關的情況可能與我國政府前面因為因應伊波拉的疫情升溫了，但是我們也不排除烏干達因為它一中的原則調整對我國國民入境政策的可能。外交部坦白講，無排除烏干達是因為一種原則調整入境政策，會持續溝通。南方因為伊波拉疫情減慢外國人士入境的措施，會喺8月底做檢討。另外，摩洛哥宣布暫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請簽證了後，外交部做出對等回應。不過嘛講，摩洛哥可能唔是針對台灣。這個簽證確認性不是只有核發給台灣而已，它不見得是針對台灣，但是台灣可能是最大宗。但是肯亞的外交部官員正正講要拒絕替台灣護照的人入境。外交部表示，目前台灣人也是會使使用電子旅行准證入境，也無接到受阻礙情況。記者採訪報道。